条杠热灯切拍嘅冰淇淋，看得出浪漫足。来到位于广福乡嘅花莲糖厂，听说係得3元1碗冰淇淋。闹热嘅人潮，叔叔嘅日本熟食，高甜甜嘅煙盒，然後食嚟會甜到全個幅度嘅冰淇淋。所以講係一般人對花蓮糖廠嘅印象。花蓮糖廠實係台灣嘅糖業中心，本砂糖年產量最多都能達到47000公噸。該差唔多在民國66、67那時候，該當時提好嘅吼。該當時它生產的甘蔗量第該當時入來個哈公元時間將迄款兩月天差唔多的大概10月份，10月份就開始要壓甘蔗，一直到第2年的5月份才有休息。當時規則花蓮從北到南，看下去發日嘅甘蔗田，糖廠所在地嘅廣福鄉，還較因為安樣有嘅發展。在這個光復這個地方因為有這個糖廠的關係那安利的廣復其實那時候在整個花蓮縣來講，算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鄉鎮略微有一點點像以前這裡附近可以差不多稱作有點像小上海那樣的稱呼了啦。據說設備安裝4上海，不過7年太高後，天地人工成本增加，開放本砂糖進口，花蓮糖廠年4年的減產，第2002年正式停路。都民國9年開始設立來到91年，民國91年的4月2號記得清清楚，4月2號生產最後一包的糖以後呢，我們這裡就整個停下來了。因為平均處理3000噸甘蔗機器停止運轉過後，駐地廠房度變極限。好在安東年代，觀光嘅風潮在漸漸嘅本大家看到佢嘅價值。花蓮糖廠一開始帶人落業投籃技術。你買個企業賣嘅就是貨路，你貨路地盤特別啲售貨價有冇？差唔多有1100人土地盤，本土的1100人土。你甘蔗啲嗰邊起走過來有冇？過來，你特別啲流下來，甘蔗會啲流下來。你雜鋪唔係啲大售係啲也地盤，空間上，喺空間上，啲單盤叫做從貨度收睇咧。是這樣，把它這樣抽出來，抽出來，這裡讓糖留在這裡，抽出來以後呢，我們會用這個玻璃裡邊的糖呢，是不是用這個玻璃把它這樣轉，讓它掉下來，在這裡，然後這個呢推進去，然後拿這個玻璃把這個糖稍微把它吹給它散以後呢，用放大鏡，然後對着這個燈就去看。無論係高甘蔗機械，做糖結沙嘅嘗試，糖廠員工都當常識。規成人都啲糖廠做生意掉，一下就變作投籃營業。因為這個糖廠民國9年就設立了，所以很有那種文化的價值那我們所以說現在就配合這個文建會配合文建會，我們就有做這種文化資產再生利用的這個計劃。意思一隻糖廠落實的係單槍一條員工，做啲糖業最風光嘅時節。廣福鄉副區內總頭也都係意思一隻糖廠，真有辦法生存。該當時兩位糖廠最多應該超過400個超過400個如果你說講兩位要依靠糖廠這樣的包括這一些
砍甘蔗的啦，哈，甘蔗采收的啦，哈，然后种的啦，什么哈，大概超过3000到4000个。因为做糖需要当人力，故所做的日本数位，除了日本移民外，日本政府也从台湾各地请工人，还卡啲光复局设立移民村。啲花莲糖厂的南片，就有一个按照太火的移民村。在1917年哈，那时候还是日治时代，那日本人呢，他发现说这个地方呢，有很大片的土地，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以甘蔗啊，以甘蔗来做一个企业这样。那他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大和，其实他们也用了很多的诗来咏颂这里啊，比如说他说，青山围绕做围墙，大和啊，你是个美丽的地方。太湖包括你也係太湖、太峰也40村，第一年但是係宜蘭、雲林、桃竹苗留外省移民為主，要但是係嚟做加工，當天業按作飛沙工。因為我出世吼，我爸爸喺度讀時代。因為吼時代來甘蔗向我度睇，我弟弟讀書讀了後，我嘛係做飛沙社，飛沙社做咯，我加勞工我生意呢吼，我老公嘛係弟弟搭嘅，嘛弟弟做工，我老公家下都是一台田因為種甘蔗吼要插雜種。17歲做啲揸鹽度做事業有收入。無論係野外、路國，甚至係生意呢，做嚟講都係啲揸鹽度大嘢。我生日出世都2-3歲吼，都拖個田因為當拖電吼，後天吼，有個管理人吼，都讓我填土，吼我都有專心學做事，都有存錢人去呢，我個最細經常嘅講嚟講，媽媽你唔係應做。你按干苦會做事業，嘿，你會做事業啊！佢咧，就算工作很辛苦，不過啲60年代，花蓮糖廠產糖最多嘅時節，香港太湖就適有1個人3人，平常啲太湖火車頭存業嘅只有300人3人客家。我差唔多14年世界要有戲班，還有戲院，還有茶店嘅2-3間。人家有洞球場2-3間，麵店嘅也幾間。我們常常在講說，灰甲甘吼是甘蔗命，它跟甘蔗一樣，被榨完之後人家就丟了。所以在2002年台糖一個不預警的說，我們不種甘蔗咯，你這些工人我們不要了。火車隆隆滾燒下個，無啲太湖火車頭停下來，就算當日要唔병拆固天外鐵，實看唔到人客，也就係太湖沒落嘅情形。这些人忽然間一夜之間早上一起來，他沒有工作了，所以太多人因為要生活，所以慢慢就遷移出去了。千多年啦，唔出嚟上嚟學生嘅就好，你還存到2-30歲，全校2-30歲，當多加600人曬。6月初，太湖國小舉辦畢業式返校同學會，老平常全校只有30歲學生嘅人設冇咁樣嘅。太湖國小限定的銀行業，也看得出很多年來的變化。從我7、8歲，甲我弟甲下啲種讀很千多年。我讀書，我弟哋讀小學嘅講哦，一班都50人曬，營業生都有2班，都當多年人去，你才後我弟哋加勞工了後，強嘅時候講我生意呢一班出5-3條，所以講人都減少嘅。等等做糖生意結束嘅，太湖人悄悄地離開業，食片嘅都會糖香面，顯客一無嘅，
不過有人唔甘熱，一個香味最引人目貼。它有甘蔗的那种香气，它有甘蔗的甜，那种甘甜。比如说这个甘蔗排骨，好，你甘蔗排骨，那很多人看得到，哇，这个有一点像马铃薯，一口咬下去，原来它是甘蔗，好，哎，像这个甘蔗茄子，它两种不一样的食材，茄子是软的，甘蔗是硬的。2006年，一群太湖的村民叫我打造的太湖加工的鍋，也當老師的建築，本來係當地移民局看外海企業企業，村民長高後，現下變作保留加工技藝的傳統。比如說你進來以後，你吃得到甘蔗，你看得到甘蔗，你或許你還能夠聞得到甘蔗的東西。啊，這樣的一呈現下來，這樣的一個經營下來，它的結果是很多人對這樣的記憶幾乎是都很深刻。小碌碌嘅火鍋掉出來，然後一般的火鍋冇同樣嘅，湯頭係黏黏嘅微茶風味，結合客家特色和甘蔗，係一片最大嘅特色。一樣啊，你開始吃的時候，你會覺得苦苦的，那是茶的本味。然後呢，慢慢的會轉為有一點香，也可以咀嚼。再後來呢，休息一下子呢，茶會回甘，所以先苦，然後甜，再變甘。這都像客家人的一種，他的一個生活史。太湖加工嘅鍋唔單將保留為加工嘅技藝，更加希望做嚟帶頭本太湖風華再現，幫大家重新認識一隻移民村。你如何讓這個村子風華再現？透過文化的角度吧，透過文化，透過一些藝術文化，哦，你產業的話，這裡當然不行，它天然的資源或者是它的條件不夠，所以我想說，利用記憶、文化記憶這樣東西，如果能夠展現出來，我覺得它還是蠻有希望的。一群的觀光客來到花蓮糖廠，也有一層一層的人離開太湖，鬧熱又點錢的畫面，同時出現啲因為糖業來稀稀落落的狀態，花蓮變作大家焦點，太湖則本大家甜樣態。充滿係記憶的傳統，希望重新打開時光路，本加工村用另外一種方式繼續食材。